根据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告2022-85号和噶尔县关于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公告两个文件精神，阿里地区连续多日无新增本土病例，痊愈基本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目标。从9月18号0时起，阿里地区中高风险区全部清零。从9月18号11时起，噶尔县将坚持逐步、有序、安全、可控、错峰的原则，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路中段附近。那么按照有序放开、有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的原则，在我背后呢，已经陆陆续续有群众在喝茶、买东西，久违的烟火气重归阿里高原。那么下面随着我们的镜头，具体了解一下情况。按照有序放开、有限流动、有效管控、分类管理原则，在落实好戴口罩、扫码、测温、查验行程卡、错峰限流等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9月18号上午，噶尔县狮泉河镇第一批近10家商铺开始有序营业。记者来到狮泉河镇陕西中路，看到部分商铺服务人员正在打扫店内卫生，补齐各类商品。门口的桌子上摆放着酒精、免手洗消毒凝胶等物品。店门口贴着接收外卖不接堂食的通知。狮泉河镇正在逐步恢复往日的烟火气。我们是第4组陕西路片区的这个网格员志愿者这块，然后因为这个我们这条街要开始逐步的恢复这个复工复产嘛，然后他这家店老板娘没在，就只有他一个人，那我们是要符合这个正常的这样一个消杀才能购买东西，所以说我就过来帮忙。据了解，第一批开始营业的商铺均符合3天2检要求，且每家商户均持绿码规范经营，并在充分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全力保障广大群众的生活需求。东北饺子馆是噶尔县第一批被列入白名单的餐馆之一。18号上午，东北饺子馆的服务员正在为开门营业做最后的冲刺，他们有的佩戴好口罩和手套包着饺子，有的则认真地做着全面清洁工作。当我们得知了政府可以让我们店铺接收外卖，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的。我们店内现在已经全部做好了全面消杀工作，包括我们进的食材、蔬菜都是新鲜的。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配合地区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位于陕西路的拉萨朗杰林茶馆严格按照静态管理要求，及时关闭了店铺。今天凌晨6点，茶馆老板央金就起来开始做全面消杀和店内清洁工作，为久违的营业做足了准备。据了解，在陕西路中段、西段、迎宾路中段和康乐新居1区附近，也有一批商铺挂上了无疫场所的牌子，于今日11时开始营业。该区域群众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可以持出入证前往商店购买生活物品。现在阿里地区社会面传播链已基本阻断，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这是全地区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同心抗疫的成果。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往昔充满活力、热情和神秘气息的天上阿里，很快就会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